各位歡迎收睇 Ben Live Channel。大埔宏福苑5級大火，自尋日下晝2點55分開始，一直燒到而家。雖然係火勢受控，但係個火呢係有死灰復燃嘅跡象，謹對現場嘅消防人員致敬。但係好唔好彩，非常不幸，呢個火災已有75人死亡，77人受傷，12人危殆，11個消防員受傷，仲有百幾人仲係失聯中。我謹對所有嘅災民致以12000分嘅深切慰問。我希望所有人能夠平安度過。而家錄音時間大概係11點鐘左右。如果睇到呢個片段嘅話呢，會相信有唔少人會發噩夢，有可能認識你嘅人仲喺火場之中等待被困。所以當情緒唔好嘅時候，唔好再睇呢段片段。特區政府已經做咗多項措施，包括拘捕3名工程嘅負責人，檢查所有大廈嘅棚架，成立捐款渠道嚟解決燃眉之急。你聽到當時嘅火勢好似爆炸聲咁樣，會相當不安。請你唔好再睇呢條片段。呢個就真係死神一刻嘅片段同埋相片。最後呢個可能令到大家非常不安。你睇呢個相係火災之後嘅片段，500萬嘅樓冇晒咯。夜晚黑嘅時候，火勢就雖然受控，仍有零星嘅火仲燒緊，相信要時間控制。由於呢場嘅大火，死傷人數非常眾多，特區政府已經對呢件事非常重視，連中共嘅總書記習近平更加重視呢個大火，會唔會涉及到有人疏忽？首先就拉咗3個工程顧問，與此同時係用天價3億嚟做個大維修，結果就變成呢間屋冇賣。我相信不禁疑問，雖然係有人報料話係用發泡膠遮住個窗，令到今次嘅火警惡化得快。不過我可以肯定嘅係，我以前做嘅公司大廈維修又好，又或者我以前嘅屋企維修都好，都係冇用發泡膠。用發泡膠係會令到火呢燒得好快，造成多人傷亡。希望政府注視。現時特區政府設立大埔宏福苑援助基金，可直接入呢個戶口，仲可以 Alipay 直接捐錢俾仁愛堂救世軍同仁濟醫院。